即是做来共读上帝话。咱今早起的圣经节是伫旧约雅歌第2章，雅歌的第2章第10节到13节。雅歌第2章第10节，我所恋爱的出声对我讲，我所疼的，我的美人起来，甲我相夹去，看，因为冬天已经过。雨已经止煞啦，遍地花已经开，鸟仔吼的时到啦。伫咱的境内听见加水的声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花花吐出伊的芳。我所疼的，我的美人起来，甲我相夹去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这是咱请叶牧师来正道，甲主有约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保守看顾咱，互咱无有受到风台影响，会当搁一遍来到伫伊的面前来敬拜伊。来领受伊的恩典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愿感谢你，你看顾阮的心志，因为你知阮意向伫你，所以你互阮的脚步无受到阻挡。阮会当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来敬拜，来学乐你。阮搁要对你的话语来领受，来诚做阮活命的美娘。搁用你的话语，你要叫醒阮，因为你。听阮，你也爱阮，会当来听你。也求你开阮的目睭，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，诚做阮的提醒甲帮助。愿安尼祈祷，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教会共同的读经表，即马在读雅歌。雅歌佫称作是歌中的歌，所罗门的歌。雅歌伫圣经内面是一本真特别的册。咱若是读雅歌，咱会当发现，即本册无亲像甲信仰有关系的册，反倒转较亲像是爱情的小说，或者是爱情的歌。咱看到内面对伫爱情的描述非常的直接，嘛非常袂知影歹势。那是伫华语讲叫做露骨，非常的直接。事实上，伫雅歌内面，并无有直接讲到信仰，包括咱拄着困难，咱要安怎甲上帝求救，嘛无有讲到遮宗教礼仪，无讲到律法，甚至无有讲到上帝的名号。那安尼是安怎伫圣经的内面，雅歌会放伫咱的即个圣经，咱讲叫做正典内面，伫遐来诚侪信仰上帝的百姓，咱共同拢爱读的经典。当然，毋是因为伊的作者写讲是所罗门，事实上，若是照学者咧研究，可能所罗门毋是伊上主要的作者。那安尼是为着啥物咧？咱会当来结尾来讲。这是因为咱伫信仰上甲上帝的关系，咱伫圣经的内面常常会用夫妻的关系来描写咱上帝甲以色列人民，也是讲甲咱的关系。亲像伫以赛亚书、伫耶利米书、伫以西结书、何西阿书这先知书拢看会到，甚至伫新约，保罗嘛用基督甲教会亲像丈夫。甲夫人人的关系共款，伫咱拄则启应文嘛有读到，伫遐教会就亲像基督的新妇新娘，基督要过来，要来迎娶即个新娘。所以雅歌就是一种的表达，表达咱人甲上帝亲像即款夫妻的关系。总是咱会当来回想，伫传统上。伫民间，
夫妻关系是怎样嘞？若是较早一辈，也是讲较古早，是一种男尊女卑，意思是讲丈夫较重要，妇人人就是敢若是附属品共款。事实上，伫希伯来原文也是安尼，丈夫就是拥有者，拥有太太，太太是被拥有者，太太爱伫丈夫的保护甲庇荫的下面，所以太太就爱顺服，就爱好好来款待丈夫，惊伊若是小可无欢喜，即个就甲你叫你转去。这是伫古早的世代，事实上毋免讲甲伤古早，咱台湾的社会伫可能搁较早，咱嘛是共款。有关是伫咱讲是男性的社会，比如讲太太以前安怎叫伊的先生头家，对吧？可能咱拢有即个印象。太太就是敢若对待公司的头家共款，所有重要的代志，拢爱伊的丈夫来出面，是讲话嘛是爱伊的丈夫讲话才准算。甚至有的人接受过日本时代的教育，所以常常印象中的老爸，若是转来厝里，太太就爱赶紧摕鞋互伊穿，穿拖互穿，然后爱搁烘茶互啉。先生若讲话时，太太就爱坐约好势，安尼专心来听，袂当讲哪做代志哪听袂当，敢若咧训话共款。甚至若是出门，夫妻出门，先生拢爱行伫头前，太太行伫后壁，可能一手抱囡仔，一手牵囡仔，爱搁有手伫遐咧赶物件。这是古早咱的社会，咱就会当看到即种夫妻的关系。所以，即种夫妻的关系，若是伫信仰顶面，伫旧约，嘛是共款。特别伫摩西五经伫遐咧讲起，上帝是有权威、有权柄的神。上帝颁布律法，这百姓就要乖乖遵守。人若要到伫上帝面前，你就要照即个献祭的礼仪，袂当真懒散，甚至爱真着惊、真细致、真紧张，惊讲小可若做毋对，上帝就会处罚，甚至互你着即时死亡。就算是祭司，就算是大祭司，伊嘛袂当有小可的疏忽，小可其他的意念，若无上帝是非常的严格。这是伫旧约圣经内面，特别伫五经即款人甲上帝关系的一种表达。总是即款严肃的关系，伫雅歌内面却有无共款的面貌。咱讲雅歌是一本描写男女中间亲密关系的诗歌的集合，所以伫遮嘛讲起夫妻的关系，其实会当是真热情，会当是互相恋爱、互相意爱、互相欣赏、思慕、欣赏。所以这也就是上帝对伊的百姓的启示，希望伊甲咱世间人有即款亲密的关系。咱伫今仔日拄则所读的圣经节，就看到这就是一对恋爱中男女的对话。咱特别注意伫第10节、第13节，拢重复则出现男方对女方的邀请，伫遐一直讲：我所听的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甲我相合去。因毋望会当斗阵，毋望会当享受因两个人的时间，甚至咱嘛会当看到伫雅歌内面，因的骹只行到伫真侪真水迄只是伫遐，互人感觉真浪漫的所在。好亲像就是伫看即个爱情文艺片共款，两个人伫遐咧佚佗，伫遐咧走小日，伫遐也有真水的风景。当然，咱嘛会讲，迄是谈恋爱的时阵啦，结婚了就无共款啦。确实，咱常常拢会讲结婚前怎么样，婚后怎么样比如讲，婚前像诗人诗人，什么款的诗句拢讲会出来，什么款肉麻的话
拢会当讲吼，啊，婚后咧像死人吼，叫拢叫袂叮当吼，毋是死人嘛是亲像植物人吼，无啥物感觉。啊，嘛有人讲啊，老夫老妻啊，佫需要啥物款的浪漫？总是咱爱知，这是世间人的想法，毋是圣经的讲法。世间人是安尼，但是咱基督徒，咱却无应该是即款。举例来讲，亲像顶礼拜，四牧师伊讲起路加福音15章，即个浪子的故事。若是即款的故事，伫咱的连续剧伊会安怎演？检查讲啊，即个囝儿讲话，互伊老爸真生气，就喙皮甲扇落去。即个囡仔就安尼面一下吼，就回头要走。即个老爸就讲：你若敢出去，你就莫阁转来。即个囡仔当然嘛是共款出去呀，哪有可能因为老爸安尼讲，伊就乖乖留伫厝？总是即个囡仔可能伫外口拄着真侪困难。伊嘛是继续伫激气，伊嘛是无要转来，所以伊的情形可能愈来愈悲惨。即个老爸嘛是伫心内后悔，伊嘛毋敢讲出来，甚至佫怨叹讲即个囡仔哪会遮尔不好，遮尔毋捌代志。但是咱看到伫圣经，即个慈爱的老爸，伊安怎做？伊无有讲出一句歹听的话、咒惨的话。甚至囡仔出去，伊逐工拢徛伫门骹口，伫遐咧听候。远远看到就赶紧走去，要去甲揽，互伊穿衫，互伊挂手指，伫遐甲揽甲斟。这就是圣经教示咱应该有亲子的关系，一个照上帝教示的父母，应该怎样对待伊的囝子。所以，当世间人咧讲老夫老妻结婚了就安尼无要安怎？但是圣经安怎讲？箴言第5章18节讲：你着掠家己的某做满足，甲你所娶的妇人人享受快乐。箴言第9章第9节讲：尽你一世人空虚的日子，就是上帝赏赐予你伫世间的年日，甲你所疼的某来享受人生的快乐，因为这是你伫日头下面落落所应该得到的分业。所以咱实在是无有理由讲结婚了已经做夫妻真久，就袂当做阵来享受来快乐。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咱伫家庭来得到快乐，得到享受。当然，今仔日咱无要讲怎样来恢复夫妻的关系，教恁啥物款的方法，毋免，因为上帝意思就是安尼。咱若是上帝囝子，咱就爱有即款的心志，咱嘛爱确信上帝会帮助咱。我会记得我甲牧师娘结婚的时阵，替阮师会长老有讲一句话，到今我还佫会记得。伊讲，真正的谈恋爱是对结婚了开始。我的感受确实嘛是安尼。事实上，咱伫咱的教会中间，真正会当看到几啊对夫妻年纪愈来愈大，总是因的感情愈来愈好。最近出门的时，佫相牵手，互相扶持，实在是互人真感动甲欣赏。也会当真侪咱真好的模范。但今仔日是安怎牧师要来强调夫妻恩爱这一项呢？因为伫咱甲人的关系内面，特别是夫妻的关系，真可能会当伫信仰来反映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甲人的关系常常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咱拄开始拢真客气，拢真互相非常的尊敬。但是久了后，就较凊彩久了后就较无遐尼注意才会礼数。夫妻嘛是安尼拄开始真热烈，但是久了后就感觉真普通，无有啥物款的特别。
咱甲上帝关系，敢毋是嘛安尼咧？咱对神，毋免讲基督徒，咱看一般拜拜人嘛是安尼，对神明拢是一开始非常的敬畏，非常的惊。但是久了后，可能就无代志嘛，袂去找即个神，或者是讲，群庙起神。一般人的信仰对神明态度就是安尼。咱嘛看到真侪人诚做基督徒了几啊年，咱对信仰也开始诚做无冷无烧的态度。就亲像咱的家庭生活中间，咱会因为一寡现实的问题，亲像工作，也是囝儿，也是因为经济伫遐伫意见袂好势，或者消磨咱的热情。然后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家庭生活就诚做习惯，诚做理所当然，无有特别的感情。就算有迄款特别的感情情绪，就是冤家。所以咱看家庭要维持，就算袂歹甚至有诶，佫会去外面找伊的快乐，或者是安慰。所以哪有可能会当伫家庭会当表现出真甜蜜、真幸福迄款的家庭的生活？咱做基督徒嘛，有可能是安尼。虽然咱会来做礼拜真好，但是做礼拜可能是一种的习惯，时间就到就出门来教会，佫有人替咱饲电梯，就饲到10楼，你就坐伫你固定的迄个位，坐到礼拜煞。也是讲，咱有可能较好，咱会参加聚会，甚至会参加服侍，服侍了，你还佫用时间伫遐咧诚做同工，佫开会。但是了，你嘛会感觉讲，甲上帝的关系可能愈来愈疏远，无有遐尼好。无遐尼密切，伫咱基督徒的生命中间，嘛有可能已经失去热情，失去快乐。咱的信仰生活诚做习惯，理所当然，无有感动。那安尼，咱要诚做基督徒就真勉强。咱嘛甚至毋敢互人知，我是来教会，我是基督徒。咱搁较毋免讲，我要去甲人传福音，要去影响别人。总是咱着知。上帝爱咱甲伊的关系是真密切的、真亲密的，就亲像雅歌内面即个恋爱中的男女互相羡慕共款。但上帝就是通过雅歌来提醒咱，咱着活倒转，咱着自心来看上帝，转到上帝面前，恢复咱对上帝起初迄款的疼。就亲像今仔日圣经节。新郎拢伫邀请新娘讲起来，甲我三角去。咱的信仰的过程的中间，嘛会发现上帝一直伫邀请咱进入甲伊的约的内底。所以，咱的信仰的人生应该就是甲主有约的人生。什么是甲主有约的内容？头一项是时间的约，咱嘛会当讲就是甲主的约会。约会爱用时间，咱伫信仰顶面来讲，就是灵修的时间。伫遮咱嘛要回想，咱敢有灵修的生活无？灵修就是读圣经，就是祈祷。咱对咱的灵修看法是安怎？是一种惊吓，是一种义务吗？安尼就搁亲像转去到伫律法的世界共款。咱嘛会惊伊讲，我若无读圣经，会安怎袂？我若无来做礼拜，会安怎袂？我若无来做礼拜，我去佚佗，上帝互我拄着意外袂？有人检测安尼想，总是咱会当反倒转来想，我若是会当用遮个时间来灵修，甲主亲近，这就是咧享受主的同在。我若是会当来做礼拜，我就是来遮要得到上帝祝福。得到伊的恩典。伫我的母会有一位长老，伊是一个企业的头家。伫伊的公司有一间祈祷室，伊逐工8点半
到伫公司就直接进入伊的祈祷室，然后伫伊的祈祷室伫遐灵修30分钟，到伫9点则进入伊的办公室，开始伊的办公的代志。所以伫8点半到9点即个中间，拢袂当有人去甲吵。所以若是有客户要敲电话入去，伊就讲伊的秘书就讲伊即马甲人有约。若是教会牧师也是兄弟敲电话要找伊，伊秘书就讲伊即马在灵修。所以伊真重视即个甲主相约的时间。当然有个人会想讲伊是毋是为着上帝要祝福伊的事业？所以伊才表现即款的敬虔。咱毋知，总是咱知影，当伊将伊的时间献上的时阵，伊大声就会当享受甲主同在的快乐。所以，当咱要开始一日的时间，咱要开始咱的工作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先安排好势？咱先到伫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伊。就亲像咱早起起床，咱会洗面、会洗喙，因为甚至有人爱搁小可伪装一下，安尼表示礼貌。总是咱若是要甲人讲话进前，你无先甲上帝讲话，检查咱的口气，的确袂真好势。所以咱若是会当开始先到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就甲咱三脚伫地，伊也要保守咱一天所做的拢有气力。拢得到顺序。咱的教会伫拜一到拜五早起时，7点到8点拢有早祷会。伫遐咱有同工兄弟做阵来吟诗、来学乐、来读圣经、做阵祈祷，也有牧师带领陪伴。这是一个对咱来讲真好的时间，伫遮来甲咱邀请。检采咱若是踮伫教会附近，搁较会当把握即个时间做阵来早祷。检采咱有人感觉你住真远，但是咱早祷会人嘛有人住天母、住内湖，因嘛是拢真准时来参加即个早祷会。所以伫遮来甲咱邀请，互咱伫一日开始的时，就会当有真好的开始。除了咱个人的灵修，咱来教会做礼拜、聚会，拢是甲主约会时间。这也是需要咱大声就分别出来，毋是亲像一寡人所讲有闲才来，有闲才来做礼拜，有闲才来聚会。若安尼讲，永远拢袂有迄个时间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是到伫啥物人的面前？到伫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。宇宙的主宰面前来朝见伊，所以这是真重要的时间，咱的确就要将这个时间来分别出来。上帝伊嘛知咱的心，伊也会保守咱这个时间。咱讲甲主的约，第2项就是性命的约，就是甲主誓约。当咱决志信主，咱接受洗礼，咱会讲，洗礼就亲像婚礼同款。是人生真重要的代志。伫婚礼中间有誓约，伫咱的洗礼中间也有誓约，有信仰个别。通过洗礼，咱成做上帝的囝儿，也就是甲上帝建立即个性命的关系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的罪牺牲伊宝贵的性命，替咱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今仔日，咱是毋是应该来报答伊的恩情呢？总是咱会当怎样来报答？就亲像使徒保罗所讲，将咱家己当作活活一切献予上帝，这是咱应该献真心的敬拜。总是咱要怎样将家己献做活活一切呢？当然，咱就会当献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甚至咱的金钱来予伊。伫遮我要讲一个故事，互咱来参考。伫台湾早期的宣教，有一位对英国来的巴克利牧师。当伊16岁的时阵，伊就写一个要献身予上帝
誓约的文章，伊将家己献互上帝，将身互上帝来使用。伫伊所写即个献身文安尼讲：永远阁神圣的上帝，我愿用谦逊的心，上卑微的灵，将家己奉献伫你面前。我明知家己是当做的，袂堪伫徛伫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、天顶至悬主宰面前。特别伫即个立约的时刻，搁较感觉袂堪伫。总是这是出于你的安排甲计划。今仔日我用上严肃的态度，将家己降服伫你。我决意放弃过去所有主宰我的，搁将我家己甲所有的一切，就是我的心神能力。我的机体、俗世的财物，我的时间，甲对别人的影响力，拢完全献互你，做你的路用，来归荣光互你。这是伊献身文其中的一段。这个巴克的牧师，伊每一年拢伫伊的生日伫遐，将这个献身文搁 review 搁做小可的修改，然后搁签名。甚至伊结婚的时，伊的负责人。嘛，甲伊做阵伫顶面来签名，到伫因离开世间。巴克的牧师伫伊26岁时阵，就是1875年到伫台湾，主要是伫台湾南部伫遐咧宣教，所以伊有创设教会公报，然后伊嘛有设立台湾神学院，佮翻译台语罗马字圣经。即马牧师伫用的即本，就是伊所翻译到现在。到伫伊86岁，就是1935年的时阵，感谢上帝，互伊有长岁寿。伫迄个时代，伊破病死伫台南，伊奉献伊的一生，对26岁到86岁，总共60年的时间。就是伊过身了，伊也将家己的身躯安葬伫台湾，就是伫台南的教会的公墓。咱看到宣教师留予咱真宝贵的信仰的产业，若毋是因为伊对上帝有即款性命的誓约，是无可能即款拢无有顾家己来奉献，佫是奉献予啥物所在？台湾即地甲伊本来无关系的土地甲人民，所以咱伫遮看到伊。将性命献上，当然，咱毋是着爱做宣教师、做牧师才会当奉献。伫咱的性命，上帝予咱的日子的中间，咱有缘来立志求上帝来使用咱。过来，咱要讲甲主的约，第三是永生的约，永远活的约，就是甲主的盟约。但牧师有讲过，盟约 （covenant） 甲契约 （contract）。有无共款？契约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两方的权利甲义务，所以会当解约，也是讲一个人过身了，就自然即个约就无效。若是伫保险，就是豁免。总是盟约是歃血为盟，主要所讲，即个杯是我的新约，用我的血来设立，所以。即个约是久久长长，上帝甲世间人的约是超过生死的约。佮当咱离开即个世间，即个约有缘是有效，所以咱有看到即个世间根本就无即款的约，只有甲上帝，咱才当建立即款的约。安尼好无？好，当然好。因为无即款，若有即款的保险要买，但是就是无。但是上帝伊会保咱。到底永远活。咱继续看巴克的牧师，伊嘛有讲到即项，伫伊献身文最后有写着：当死亡严肃的时刻临到的时，愿我会记得甲你所立的圣约。即使世上一切万甲享乐拢消失的时，嘛愿即个约安然排列，无有摇错，亲像我的救恩甲我的愿望坚固一样。当我困伫土粉的时，若有我在世的朋友，有人读到即个我甲你所立严肃的约，愿意也会当将即个当做伊甲你所立的盟约，
愿你互伊有份伫通过咱大中保耶稣基督所立的圣约，逐样的福分。愿阿乐阳光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。阿门。伊16岁写即个献身的立约的书的册。咱中间，我相信咱应该检测有16岁，或者是有26岁、36岁，佮超过才会有60岁、70岁、80、90岁。咱捌上帝，咱嘛接受洗礼，咱会当诚做上帝囝儿，咱的时间拢无共款，总是毋管怎样，咱有缘着爱伫咱的时间、伫咱的性命甲上帝有约。伫今仔日，咱礼拜中有洗礼，咱祝福遮个特别接受洗礼的兄弟。咱伫遮嘛诚侪见证人，咱嘛要为着因拄开始属灵的性命来祈祷。搁较重要，就亲像咱参加婚礼，咱嘛会当提醒咱早前安尼伫上帝面前来洗约。今仔日咱看到即个洗礼，嘛是提醒咱早前伫上帝面前接受洗礼，来领受伊的疼痛。今仔日，主耶稣基督，伊拢无改变。伊有缘地邀请咱进入伫伊的厅，享受伊的恩典。伊也期待咱会当来亲近伊，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毋管咱信主偌久，毋管咱的年岁偌济，伊拢听咱到永远。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的疼痛，因为你看阮做宝贝。主，你也通过今仔日，阮所领受你的话，搁一遍来提醒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毋管阮是啥物款的人，主你拢听阮。感谢阮会因为阮的罪，来阻挡阮来亲近你，到伫你的面前。总是圣经甲阮讲，阮的罪亲像朱红，总是你要用牛膝草洗清去阮。互阮白若亲像雪，你爱阮勇敢，无惊吓，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你的施恩宝座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检测阮要人为着世间的俗事，阮着磨，甚至阮的生活拄着困难，甚至阮常常伫遐为着家己的需要在求讨。总是主要所的话甲阮讲。独独着大声求上帝的恶，甲伊才会拢要互阮。主上帝，你既然无疼惜你家己的独生圣子，替阮众人来牺牲，你也的确要将万物拢赏赐互阮。检测阮中间，阮也有兄弟，因为教会的事工着磨，阮投入真济，阮的气力，阮的精神。阮开会搁开会，阮讨论搁讨论，总是阮却发现，阮甲你的关系愈来愈疏远。阮怀疑，阮是毋是有离开主你的心意？总是主，你通过你温柔的声，就亲像主耶稣对马大所讲的，你为着做事操烦，总是袂当减少的一项，就是大声。得到上好的福分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爱阮会当放下一切欢喜来亲近你。今仔日毋管阮是啥物款的人，毋管阮所做的是啥物，当阮愿意独独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主你就要接纳阮，你也要开宽阮的境界，你也要带阮到伫阮所毋知影，阮所无法度想象到的境界。主也求你来引带阮，来帮助阮。也当阮伫即个世间，阮会当伫你所互阮的日子来享受你所互阮的平安甲快乐。当阮的身份离开世间的时，当阮困精神的时，主你有缘甲阮三甲伫地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